无才当接，灾劫会来，因为天要互你有了完成功的机会。天知影讲你有善良，互你最后一个机会，当做一桩代志，袂去做出灾劫。但是你有把握，真侪人期待时间，逐工安尼喊，逐工安尼过，啊，拢听人讲，嘿啦，我无闲，我人闲做会做，啊，听人到灾难来，你工遮怨叹，安尼话人生就袂有啊，所以就重点。所以人家讲哦，较终了，所以咱人今仔人生去修办每一工，拢是终了，也是开始，其实苦难也是福音。所以讲你若有善念，你有做较侪代志。你若知影这个好做的时，你会把握这个机会。啊，你若有做，你等于有一天摕上做时间点，你要等于上天的时阵，你有啥盈利证明无？你要等于见老母的时阵，你有礼物无？啊，是两只手空空，两只手空空，等于见老母就你到见落，你家己嘛无面子，讲较白话哩啦。尤其你等于见到咱的前辈讲，哦，那你哦，包括你等于人是家己学，是家己骂，对无？所以咱是有把握机会。但是咱已经有因缘，咱有家己人的头前有做过，所以你若这时间，你哪就一先交你安排哦，上重要。你去做，你去修，你会养成好习惯。啊，我讲养成好习惯就足重要，足个习惯你就标其他习惯。咱从政的过程，你就跟大陆有这两岸交流。虽然大陆来新闻就来列队迎宾，就是做义工。啊，结果就把事情平常都没有漏，哦，他们打招呼呢，这样子呢，走得好，没有漏。我5月24日一天就去济南，今年5月24日去济南，杜鹃会场在济南，啊，因为有迄富华岛，啊，咱企业年轻人就讲啊，你代表台湾的少年囡仔去领奖，跟你去领奖爱讲义工对无？我一看，那安尼，中小无做嘛。咱人其实甲大家点是人紧张无？紧张负卡就做快。阮前日8月16日时间，我是将我聚会宴摆红婚礼，还有现场有请团，拢模拟就对啦。我在自己节目时啊收入就算上紧嘞。如果再做3个4个5个头，如果再做3个4个5个6个7个8个9个10个3上紧嘞安尼啦。啊，咱你一定要较慢嘞，好像就较慢。就是结果迄天嘞。人侪人，你下骹嘛就200人比较大啲嘞，开始歪头的时点是模拟那个请团，啊，就1个数呀，2个3个3个4个5个，啊，边仔歪头的跟你讲，哦，你这个哪会做这事？我是今年赔钱个，我拜托你做较慢点好无？所以你看你平时啊做了习惯无？你做了习惯，啊，我赶时间，烧香就是咱咧烧，慢慢啊拜。甲迄道动作做好，拜有正确，有时咧看做，我包括咱做个道理人道念吼，人民的经表示出色，我讲弥勒教有经，弥勒教做过，我讲吼，你毋是讲做正的啦，做正的就讲念较紧的吼，哦，你念个弥勒经念好，念10分钟，我念3分钟，我加5趁的，都是做正的做，对无？咱正个做好，品质甲做出来，养成好习惯。所以克己复礼不是那么难，你平常的小动作都能做好。哎呀，坏习惯连根拔起，一改再改，你看要改到不要简单，对不？这就是平常。从修为上我们要做，不然就有这样子呀，收割与报酬。请问各位，现在的你是在收割还是在报酬？不论怎么说，全是在报酬。所谓收割就无你收啊，你当然阮就老啊，阮就结岁啊，收割啊，你了你遐收啊，收割就是收成啊嘛，收成啊嘛。阮就囡仔大汉，我也免拼啊，对无？阮第领导吼，好到大陆啦，啊伊那遐吼无你收啦，啊遐地位啊，莫安尼撞啦，啊是要搁撞啥？啊伊爸爸。你讲咱道庭话是前辈，阮即摆去大陆开，我即摆父母拢60岁上的，迄文化科有一个皮老法师，70几岁才去艰苦地开哦，台湾到即摆因为我20几年前开始在，
阮都入去看保者，就是需要熟悉的，伊就对阮其他东西拢无。人伊咧70几岁去看保者开放，搁转开放美国，转开放日本，90几岁还咧搞。我真正讲的中华的迄个天文总坛的有老电视，泰国大量较重，这个收到人，你也不是问题啦。所以你看，这么多你现在是在收割还是在播种？那播种就是讲出去种尔，因为我感觉我要去种，出去播种的尔，开始还未收的啊，就开始尔，这是最重要的所在。过来，咱收老电视。伊等于迄一天是收割还是播种？收割。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哦。我今日要用这个来讲，我有一个，当然真济啦，其中我要讲的是一个，嘛是老家人物，伊的家乡嘛是德兴，但是我遐点嘛对讲的是，阮是甲办甲足请呀，但是我所属伊的我外。伊某要换别人地方，我就会去人打，用买啊，阮是就变成当钱。咱2-3年嘛去人打看看。我毋知讲，我的感情就是对伊遐来。我意思是讲，恁先生等于去讲收割就对啦，因为恁先生都有讲有班会嘛，所以大家甲你讲，这合理嘛，你收割啊。若是去讲去报道，你惊阵咱应该爱过来申请者，爱过报道，爱过讲评人呢，敢是安尼？所以别人来讲就是这样，过来，你领导那一天，你是要收割还是要报道？就是你决定的呢，偌济经验，你等于了后，因兜断种呢，你听有无？你的知识，你的叶啊拢无。你拢无的时阵，你等于就拖啊，毋是收割，是互甲你送的尔嘛。你讲首先拢甲你送，拢互你收去啊嘛。你讲后壁面了有，这是上重点的。你若讲有要求啊，就好要你甲伊继续耕耘啊。你有产了，你要开始你继续去经营嘛。这是一个足大重点的。等到咱若人生有限，你有把握无？这是重点。过来，本来我后要讲10分钟，我讲较紧，咱受到因这淡薄多岁有结束了。我想要讲这个，但鼓励你承担，鼓励你放下，希望你有一个明白。咱有来上课，听是我道理，你才明理。因为你无来上课，无来明理，你无明理，你自然要安怎做？所以咱。